我研究到中國嘅五行術數、命理占卜，我就明白晒啦。我就明白到中國人要嚟預測未來嘅學問多不勝數，學不勝學，根本冇可能明白。嗱，大家不妨諗一諗，就市面上比較流行嘅啫，就已經有呢個摸骨啦、睇相啦、測字啦、術數批命啦。術數批命又分好多種啦，比較快靚正嘅就嚟大家樂都有得公認嘅紫微斗數啦。一唔中意可以試下大快活嘅鐵板神數，幾多成熟都有。再唔中意可以試下扶乩啦、問米啦。再唔中意可以試下地下鐵嘅最新服務，哇咁快就到嘅師傅讀，係嘛？我哋中國人，我諗咗好耐，點解有咁多要嚟預測未來嘅學問嘅？直到有一日，我就諗通咗。我諗到一個好重大嘅發現啊，各位嗱，呢個發現好犀利，呢個需要極之高度嘅智慧嚟到理解下。大家如全場瞓咗唔緊要，而家醒一醒，諗一諗呢個係全場最精嘅嘢啦嚇！你諗下，我有一個發現就係咁，一個要食好多飯先至飽嘅人，佢係一個乜嘢嘅人？佢就係一個好難飽嘅人。咁而家係一個民族，需要好多學問嚟到預測佢嘅命運嘅。佢係一個乜嘢嘅民族？佢就係一個命運好難預測嘅民族啊！各位，哦，明唔明啊？拍手係咪真係明啊？當明咧，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明。但我覺得我硬係唔知應該攞個咩諾貝爾撞棍獎咁噶啦。乜嘢叫中國人？我明晒，因為中國人就係一個命運好難預測嘅人。歷史有根據嘅，各位喺本世紀初，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即係如果你唔當而家呢個係啦，嗰個就算係最後一個啦。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結束嘅時候，嗰陣時係人都話好嘢，終於都可以割咗條邊啊！我都唔知想轉髮型想幾耐。嗰陣時係中國人都預測，我哋應該有好日子過啦，呢次應該有好日子過啦。連孫中山都係咁預測，結果係點啊？冇，因為你打冧咗一個王朝，彈咗一隊軍閥出嚟。孫中山素來係我個人非常敬佩嘅人，由佢1894年成立興中會，直到佢離開呢個世界1925年，淨係單計呢咁多年，就已經革命咗31年。喂，一個搞革命嘅人，隨時準備犧牲，唔係講笑喎。冇人搞革命會，喂老婆，我出去搞革命咯喎。喂間屋你唔好放住啊，仲有一升啊！你執下啲地方啊！你又唔好成日買來買去啲餸啊！啲仔女出世到而家未高過，唔會咁樣啊！搞革命嘅人係點啊？各位，佢會匿埋一個角落，匿埋同佢啲同志，喂，起義咯喎！今晚起義，死就死啦嚇，死！冚家產就冚家產，唔緊要，冚家產預定。喂！你哋一晚聽我講幾次冚家產，係咪覺得好哽耳喎？孫中山講咗31年，你頭嗰幾年聽佢講都仲 OK， 聽多幾年你就會話：喂，孫中山革命咪革命咯，使咩咁爛口啫？但係孫中山為咗中國人嘅命運奮鬥咗31年，爛口咗31年，而好不幸到佢臨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都仍然只可以講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爛口。都係草砌人先啊，大佬啊！呢個當係俾孫中山嘅。但係好彩，孫中山嘅同志果然非常努力，佢一手成立嘅國民黨就收復咗大部分嘅軍閥，成個中國有一個比較統一嘅局面。嗰陣時係中國人又諗啦，好啦，終於有好日子過啦！呢次真係有好日子過啦，終於有冇咧？冇，因為當時蔣介石喺度諗，唔係喎，外面有班日本仔，裡面又有班共產黨，打邊個先好咧？啊，唔係，啲日本仔又唔係嚟打仗㗎，啲人打仗帶住啲慰安婦周圍去啊！呢個係高級豪華旅行團嚟啫，
唔係啦，一於打班共產黨先。但係佢又醒唔起，共產黨每一個都係奧林匹克嘅競步高手嚟。佢一唔夠打就行，全國咁行喎，唔係講笑啊！點啊？打到嚟啦 ，OK， 首先撤退由廣東去廣西嚟，仲嚟啊！廣西想去四川過雲南，腳踭唔好離地啊，犯規啊嚇！繼續啊，陝西嚟，係咁行到國民黨，唔好啦，大佬唔好行，一齊合作打個高級豪華旅行團啦！於是同日本仔打，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仔無條件投降為止。我到而家都唔明白啊，各位，我哋俾日本仔打咗咁耐，我哋冇要求任何條件就俾佢投降啊？我覺得係咪起碼我哋大佬攞個鹿兒島過嚟玩下都好啊？OK， 太殘酷啦，割地下人哋地方都唔多啦，物價又高，唔緊要。咁係唔係？我覺得我哋以後中國人買日本嘢應該有8折。我覺得每一個有興趣殺常嘅朋友，我哋一齊儲錢，然後去日本咧開間便利店。間便利店咧就唔係叫71，叫做918。すみません。你想買咩？思樂冰啊，思樂冰就冇啦，抗日冰就有。你想揾避孕套係嘛？邊種？我介紹你呢隻南京大屠殺避孕套，趕盡殺絕包冇仔生啊！但係當時我哋冇要求，當然啦，當時我哋又諗唔到日本仔咁鬼有錢嘅啫嚇，即係搞到。但唔緊要，我哋中國人最緊要有好日子過，我哋有和平就算啦，各位係咪？有和平就算。好，有冇啊？有冇和平？冇，因為啱啱打完日本仔，國民黨同共產黨又恢復翻記憶啦。嗱，打呢日本仔之前我咪同你打開嘅，又打幾年，1949年好啦。共產黨立國啦，於是大家諗住呢次仲冇好日子過，冇理由啦啩？就係冇理由，因為大家又記唔記得共產黨係咩人嚟㗎？一個二個都係競步高手嚟㗎嘛，係嘛？好中意體育㗎嘛，所以立國之後咪不斷咁搞運動啊。大躍進有冇聽過啊？3反5反啊！轉到全國嘅人都頭暈暈，唔緊要啦。你係咪咁嘅材料都要做運動健將？我講一個個人親身嘅經歷俾大家聽，各位。60年代我婆婆上翻去鄉下落嚟嘅時候，全村人就俾咗隻即係唔知點樣呃埋全村最大嗰隻雞俾佢帶落嚟。咁帶到落嚟咁咪食啦，大家食飯。我婆婆就同我講：阿子華食雞啊！我就同婆婆講。婆婆，我唔食雞，我要食鯨魚。婆婆話：邊度揾鯨魚俾你食啊？子華，阿婆婆你聽住啊！如果你帶落嚟呢隻嘢都算係雞咧，呢條紅衫唔算係鯨魚係咩啊？全村最大嗰隻啦！真係食都冇啖好食啊！各位，冇好日子過，直到毛澤東死，4大天王下台。鄧小平時代開始提出改革開放，當年《時代》雜誌封鄧小平為風雲人物，我個人亦都非常崇拜佢。嗰時我同人講嘢，成日惡高個頭，啲人話做咩啊？扮緊鄧小平。我最欣賞嘅就係鄧小平嗰種務實嘅作風嗰種白貓黑貓抓得老鼠的就是好貓咧。嗰陣時我有一個老友阿雄，佢老婆生仔，生個黑人出嚟。我同阿雄講唔緊要，阿雄，白仔黑仔快高長大就係好仔啊！大家都諗住有好日子過，好啦，於是6月4號就嚟到啦。6·4係好事嚟嘅，大家知唔知啊？6·4係提翻醒我哋中國人一樣嘢，就係我哋中國人嘅命運係好難預測，呢個係天意嚟嘅嚇。你搞咩民主，想自己控制
自己嘅命運，咁係逆天而行。我哋想自己知道自己命運係點，唔係靠個搞民主，係應該靠問下師傅。師傅，